尊敬嘅各位老師、親愛嘅家長、同學們，大家好！今日我懷着無比激動嘅心情，同大家探討一個永恆嘅課題，佢就係閱讀。仲記得細個嗰陣，依偎喺父母嘅懷裏邊，聽佢哋講述一個個動人嘅故事。嗰陣係我同閱讀嘅初次邂逅，喺書裏邊五彩斑斕嘅世界點燃咗我對未知嘅渴望，亦都為我打開咗通往更廣闊天地嘅大門。漸漸咁，我識咗認字，開始自己閱讀，就係咁，書籍慢慢成為咗我最好嘅朋友，陪伴我度過無數個快樂嘅時光。閱讀唔單止係獲取知識嘅途徑，更係一場心靈嘅洗禮。喺書裏邊吸取前人嘅智慧，喺書裏邊感受唔同文化嘅魅力，喺書裏邊感悟生命嘅真諦。同學啊，我哋正處一個信息爆炸嘅時代，各種各樣嘅信息撲面而來，令人眼花繚亂。然而，真正嘅閱讀唔係快餐式嘅淺嘗速食，而係要我哋靜下心來，細細品味，慢慢思考。閱讀係一盞照亮未來嘅明燈，佢指引我哋前行嘅方向，俾我哋戰勝困難嘅勇氣同埋力量。無論未來係平淡定係坎坷，只要我哋心裏邊有盞閱讀之燈，就永遠都唔會迷失方向。同學啊，等我哋一齊行動起嚟，攞起書本，等閱讀成為我哋生活裏邊不可或缺嘅一部分，等閱讀之光照亮我哋美好嘅未來啦！多謝大家。